后来再一次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看到大台车一定爱闪较远咧。佫是一件即款的这个死亡车祸，高雄的燕巢一个老太太骑乌多摆要正弯，共这个时间连结车嘛要来正弯，这个内链差加上视线死角，这司机根本都无看到这个老太太，结果是烧矮烧弄，老太太摔倒在地，佫互连结车甲交过，当场就亡生了。 警方伫车祸现场将不幸往生的老太太用布棚甲砍起来，边仔是老太太所骑的乌多摆，会使看到乌多摆边仔是拢切甲害了了。甲乌多摆发生烧矮这台连结车车辆顶面，阁有老太太的花。这件不幸的车祸到底是安怎发生的？为监视器画面来看，当时连结车甲这台乌多摆同时要正弯，结果双方就烧矮，这个老太太就因为安尼，人啊车陷倒在地，互车链啊搞掉。我们了解。 并没有冲撞，只是两车稍微擦撞，然后机车卡在它的前轮这个地方，我们发现有刮痕。那这个刮痕就是车子跟机车碰撞之后，机车被推挤，那现场才有发生一些血迹。我们判断那个时候人才在那个地方被卷到轮子底下。 车祸地点是伫高雄燕巢的角宿路，要通到凤东路的转弯的所在。平常时车就有够济，除了有乌多摆汽车，也有像这款大型的车卖通过。时常发生车祸，警方除了呼吁驶大车的驾驶要注意内链差甲视线的死角，同时嘛提醒一般驾驶人，看到这款大台车要离较远的，以免类似的不幸搁发生。